亲爱兄弟平安。大概我来到德顿教会，我就有一种真喜乐。我真爱参加德顿教会的敬拜，因为这让我想起初代教会迄种的家的这种的气氛。我大概对比讲啦，转来遮我一定爱抽时间来德顿教会做伙礼拜。每一届我若参加恁拜六的这个查经，我就感觉足感动的，因为我看到咱的牧师，我足努力伫要将伊心中所有的、所知影的上重要的信息，要甲大家分享。所以每顶礼拜拜六，我来无偌久，我就去参加咱这个报佳音活动。这个活动真正特别，因为我想起我古早40-50年前参加的迄个报佳音，足共，毋过有一项足无共。以前阮拢向迄个已经信者家己的会友伫咧报佳音，所以还未到进前，伊就已经拢准备好电话阮一个到伊就准更就出来吼，这足共啦。毋过，咱教会的报佳音无共款，就是向社区，搁向这未信者，伫咧报佳音，这才真正有意义，真积极。我看到这社区的人听到声，就出来大细安尼开门，底下足忙，伫遐咧听候。这真好，真忙有一日，因也当得到这个福音啦哈。所以伫以赛亚第52章第7节又讲这个报传福音的好消息，传救恩的，讲你的上帝做王了。咱今仔日伫这个报佳音哈，其实报佳音毋是干那用讲用嘴。咱是较重要，是用生活的见证、生活来传出来，互人认捌耶稣啦。所以咱会当早日进入上帝国度。圣诞节拄啊过，一年最后一个主日，咱做伙来想，到底咱所传的这个福音是什么？啥人那么重要？因为上帝奇妙的疼，要带予人真重要的永生，就是这个上帝国度，这是生命的救恩啦。上帝太疼伊所做的人，知影人的软弱甲需要，所以将圣子耶稣生出咱拢足清楚，伊解决了咱世间人所未当解决罪的问题。伊的疼会当看到咱人受到上帝救赎了后，迄个新的活命，迄是将来。耶稣已经看到讲，咱将来会有迄个生命，迄个生命亲像耶稣的迄种的形态，亲像耶稣的生命，这就是伊爱用咱诚做伊的囝儿。上帝诚做咱的天父来疼咱，用这囝儿甲爸母这种的疼来疼咱，这种的疼是无任何的人，甚至这个宇宙上界咱看袂到的足邪恶的这个魔鬼的势力，伊也无法度来阻挡这种的疼。所以圣经用足个所在在讲到。上帝怎样用各种的方式来疼人？咱今仔日用其中3种真简单，咱做伙来讲上帝到底怎样来疼人。第一项，咱上清楚的祈祷。真侪人讲，那基督徒袂晓祈祷，伊就敢若亲像。人袂晓呼吸共款吼，呼吸亲像咱的祈祷吼，所以伊讲上帝真乐意透过祈祷来赦免咱人的罪，
佫互人会当脱离苦难，佫会当带人向迄个正确的人生的方向在行。伫过程中间，咱就会当经历伊奇妙的疼，甲伊的大能了。但是最重要就是爱人肯顺服伊的旨意，才会当继续经历上帝的疼。有时咱经历一时啊，咱已经袂记哩，袂晓顺服，咱就亲像以色列共款，以色列伫旷野咧，念伊顺服，念伊就搁背去，所以定定袂当经历。伫罗马书咱读到读到吼，即节真重要，甲咱讲踮伫咱内底圣灵会替咱用讲袂出来吐气来替咱向上帝祈祷，所以咱咧祈祷是，咱有迄个心，圣灵伫内底直直咧替咱祈祷，用伊的方法来感动咱。佫重要就是讲，基督死佫活了，坐伫天父上帝正边，伫遐嘛咧替咱甲上帝祈祷，讲对啦，伊就是即个意思。上帝叫你听伊的祈祷，所以咱的祈祷三位一体上帝做伙伫遐咧甲咱做伙，所以阮相信咱祈祷是上帝一定会听咱的祈祷。我伫遮我来大概先讲我家己的经历。当我53岁受上帝呼召了，我知影咱中间有人知影我真老才去读神学院吼。53岁，他57岁毕业，就去封牧。但是第4年，拄我真无闲的是，阮太太师母，伊巴肚几啊摆真疼，有一摆查经的是疼到面变色，尾去找医生。所以第一个医生就讲会疼，伊就开始用内视镜伫遐咧看，照着讲伊的巴肚内底吼，这个12指肠遐。有一粒瘤塌掉咧，所以会疼，所以伊就用迄个切片去检查，讲无问题啦。迄个瘤吼是良性的，下礼拜我甲摕起来，就 OK 啊。但是阮甲教会兄弟，阮逐个拢继续咧替祈祷，讲那莫名其妙疼甲安尼。结局迄阵拄啊台湾。其实毋是拄啦，其实是上帝安排。阮从来毋捌有2个医生对台湾去遐进修，一个是迄个马街的麻醉科的主任医生吼，佫一个是迄个长庚的即个外科医生。阮2个来是拢基督徒，伊看到迄个片子了，转甲阮讲，我咧讲，迄个所在真复杂，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足有经验的医生。所以，阮就透过阮迄阵在美国教会咧礼拜，所以美国教会医生就甲阮建议讲我咧介绍一个，阮即个地区上界有权威的医生，伊佫是基督徒，哇，上好，所以伊要做一个，我要请伊做 second opinion 啦吼，复检吼，人伊会当看出来，若共款，安尼阮就 OK 啊。所以当伊检查的时，伊无像第一个医生咧，干那检查。抽一点来买盒子来做切片检查。第2个医生，伊用继续深、继续看，检查出来几啊点，伊发现讲，哇，这根本就是已经有初期的癌细胞伫遐，所以伊感觉讲，这严重，伊感觉讲，佫会疼，佫有癌细胞伫迄个所在，所以伊就讲，安尼好，我来做一个足大的手术，但是伊甲上帝祈祷，讲上帝求你帮助我来当来做对的方向去开刀啦。伊知影这开刀无遐简单，伊遐真复杂吼，遐肝啊，什么规个拢伫规肝伫遐。所以当伊伫遐咧做诶时，伊切片发现讲有这个癌细胞了，伊感觉讲。真可能已经探到其他的器官，所以医生知影严重，伊要做一个真大的手术，所以伊就讲，伊是医生，会当做切挂，甲天起来，但是要好起来，
拢总是上帝在做，伊无法度做遮的，所以伊转讲咱大家来替伊祈祷。所以伊开祷迄日，阮30几个人伫迄个所住waiting room，伫遐咧等的时，医生出来。你知影？你感觉看着讲医生出来，甲阮遮的家属做伙手牵的伫祈祷，就是伊啦。伊甲阮做伙伫遐祈祷，讲上帝啊，求你家己动工，透过我来做对的方向。所以阮伫遐祈祷了，阮就入去，伊用塞入去内底，要手术进前。啊，阮伊搁伫迄个手术边仔是，阮家属有入去一时啊，啊尾啊，阮要出来进前，医生搁甲阮做伙祈祷，真会祈祷的一个医生。所以祈祷了，伊做的对早时开刀，甲下晡早10几点钟吼，所以伊开刀甲真彻底，伊对迄个胃2/3甲切掉，然后胰脏切入一半，然后搁胆管啊，搁12指肠拢总摕掉吼。所以当伊做了，上尾伊搁将迄个胰脏切起来，迄部分一半吼，搁摕去检查，发现讲根本就遐开始有一寡癌伫遐。所以讲啊，感谢上帝，互伊会当切对的方向。所以到尾啊，伊讲，但是伊讲，惊有漏网之鱼啦吼。所以伊讲，咱会继续观察。所以每3、6个月，伊就爱去病院报道，伫遐检查有摊开无，安尼3个月，尾变做6个月一届，尾1年一届，尾2年一届。5年后，伊就讲啊，无问题啊，安全啊，无问题啊。感谢上帝，刚才这个医生选了对，上帝帮助伊的手来做这个开刀，所以到今年已经18年啊。胰脏癌当到18年，这无医生拢感觉种莫名其妙，但是上帝做人做袂到的所在，所以这互我经历到真正。咱会祈祷，上帝会听，但是咱爱顺服。第二，就是上帝要照着咱肯亲近伊的话，搁听伊的时，圣灵就永远甲咱同在啦。所以约翰14章15节到16节遐，伊咧讲，上帝要照着圣灵甲咱做伙，的时，互咱经历上帝听。佮经历上帝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话真正足有能力。啊，但是咱来经历，咱来相信，咱来常常将伊的话记伫咱内底。咱常常，我古早读圣经拢是安尼走马看花吼。啊，这我知，但是咱若确实你背袂出，背一半尔。但是上帝爱咱真正去学无，你就要经历着伊。啊，阮迄阵定伫咧讲吼，爱去YMCA的运动了出来外口迄门口遐，因拢放一个迄个箱啊吼，啊内底有足侪迄个圣经金句吼，啊用彩色的，安一条一条纸条安尼吼，啊所以足侪囡仔啥是青年人过拢会抽一个吼，啊就伫遐看伫遐读，真好。啊，所以阮逐届去，因为我有3个孙仔啦吼，所以阮逐届去就摕3张摕出来，放咧，啊摕倒去厝拢放伫箱仔内底。啊，阮的孙仔一个对加州，啊2个对纽约爱来，定来甲因爸母来时，阮拢常常甲因做伙，伊足爱讲阿公，你来甲阮讲故事，所以我逐届讲故事，但是讲了，我拢讲来，咱来做游戏。啊，我就甲因讲，来，我创一个箱啊吼，啊，创遐纸条啊，放入来，像咱昨伫遐拢抽共款吼，叫人讲，恁咱逐人抽一张，啊，因3个拢足够 memory， 足够记忆，因爸恁拢会了真好，所以足够背谱。我讲，安尼恁用背谱的精神去背这个金句，所以我就叫人讲，恁抽出来时，恁全背互每一个人听，好，因3个拢足爱背。当做游戏啦吼，啊，因背了啊，就足欢喜。啊，暗时要困进前有一个晚祷，
阮规家伙安尼吼，两三个家庭安尼做伙晚斗的时，阮讲恁用恁家己的话，将头拄仔背根据，甲上帝祈祷。我囡仔嘛真欢喜，因为伊感觉讲哦，这安尼祈祷足有好，足好的。所以训练了啊，有一届，阮这两个孙仔对纽约来阮遮拄迄暑假2个月啦。啊，这两个囡仔，阮常常爱带因出去运动去啊，迄个吼。啊，有一届带因去 shopping center时，你知影美国迄 shopping center 拢有迄 shopping cart， 吼，迄塞咧行，囡仔坐落内底足欢喜伫遐耍吼。啊，因两个坐落内底安尼吼，啊，就伫遐耍到尾啊，耍到煞冤家啦。迄两个拢查甫，所以冤家起来是愈讲愈大声。到尾阿嬷讲：哦，那会使，总甲因塞去边啊，就慢慢啊用话，毋茫会当甲伊讲，毋茫互因两个会当和解，毋茫伫咧安尼愈大声吼，相吵，但是无效。所以阿嬷讲啊，我要紧，无咱来转，转个人带转去厝呢。讲恁上洗身躯，啊，说一人一间，你嘛就伫遐咧洗身躯，洗了，这个阿兄吼。差不多国民迄阵，差不多国民有4年的款，啊，一个2年吼，啊，迄4年的吼，伊伫遐洗身躯洗了，伫遐刷牙，忽然间看到迄牙缸遐吼，遐有一张迄个圣经金句迄个纸条啊，伊转啊抽出来，哎哦，即我会晓，我足清楚的，就是讲耶稣爱咱用伊的疼来互相相调，所以伊转想来讲，哎哟。我头仔对阮弟弟安尼养吼，伊转想着转开始家己过去隔壁找因弟弟啊，啊因弟弟拄仔洗身躯了，看了哥哥来讲，哎呦，毋知要甲巴啊啥吼，啊看到伊的时，哦哥哥，讲弟弟，我咧讲哦，你敢知影耶稣讲爱用伊的条来互相相听，是咧我先甲你骂，所以我毋着甲你道歉，转甲吓吼，甲扔掉咧。我弟弟嘛真感动，伊嘛甲咱咧，啊两个就道歉，啊了就真欢喜。啊迄样祈祷的是晚祷，哦，两个伫遐咧分享的时候，阮大家足感动。讲嘿，阿嬷讲上帝力话足有力的，我咧讲几步无效，但是上帝话家己出来就家己做工。啊，所以一届吼，因两个转去纽约了，啊因就伫遐咧，因个礼拜是大人囡仔拢做伙啦。啊，迄个那个较细汉迄个吼，伊忽然间礼拜了，发现讲伊的隔壁有2个中年妇女，囡仔啊边仔是中年妇女吼，啊因2个内底，其中一个是美国人，啊伊看到迄美国人吼，敢若真无助的款，啊转摕迄个公用的圣经吼，伫遐后白显安尼后白显，迄时这个囡仔。伊心中忽然间走一个圣经句出来，你知影走倒一句？马太福音10章28节到29节，我想咱内底有人会晓背啦。马太10章28节到29节，伊转甲讲，you know， 哦，伊转甲迄个妇女吼，囡仔甲大人讲啊，讲你知影无？耶稣讲爱用伊听咱的听来互相相听，所以。伊讲，我的心温柔谦卑，恁爱背我的大，吼，学我的款式，恁就心内会当得到安息。哦，这句伊讲了，迄个妇女吼，就是看这个囡仔，半相信半不相信，讲，敢真正伊讲安尼？伊迄囡仔佮讲，这是马太记的马太10章28节到29节，所以这个中年妇女就想讲。个妄显啦，讲这毋是黑白讲，显来讲真正记伫啊！哇，这中年妇女全甲讲，多谢你那个，多谢。过2日，阮查某囝接到一个 email， 就是这个妇女写互伊的批，甲讲 Janice， 我甲你讲吼，我是一个律师，迄个妇女是一个律师啦，啊伊为着工作的关系，啊拄着安尼足。贫穷啊，佮足无助的啦，啊心情足无好，所以伊台湾的一个伊的朋友，转带来因教会来礼拜，啊伊坐伫遐，啊拄到阮
孙仔一个隔壁，孙仔甲讲迄句话，你讲伊迄个律师讲，你知影无？当我做有做的时，恁孙仔竟然将耶稣的话讲互我听，迄句话对我安慰足大的啦。伊讲，我已经真久无去礼拜堂啊，但是我想这是时候，圣灵要感动我，佮倒转去教会礼拜。所以讲，真的是真多谢，因为恁囝用迄句话帮助我，佮倒转来耶稣遐。你甲看嘛咧吼，这是上帝话，伊家己做工，无人会当叫这个妇女倒转来，圣灵叫伊倒来。所以对遮咱会当看出讲，咱若常常亲近主伊的话时，上帝常常要透过咱的嘴来讲安慰、感动咱周围的人，因需要的时，耶稣的一句话会当互伊佫爬起来。所以咱爱常常亲近主，圣灵就要甲咱做伙。第三，透过咱对主的信心。透过咱对主的信心，你知影无？咱拢已经洗礼，咱的生命又甲耶稣基督同死。耶稣定死嘅，咱也甲伊做伙同死，但是耶稣救我，咱甲伊同救我。所以对歌罗西第3章第1节到第3节，真清楚讲，咱的生命已经甲基督做伙连做伙啊啦！咱甲基督做伙连做伙，佮圣经讲一同运动伫上帝内底，就是讲咱的生命甲基督连做伙。所以你知影，咱的生命是甲基督做伙，你知无？保罗嘛知影即句。当保罗伫遐困着这基督徒的时，耶稣出现，用光甲照了，伊拍落来，讲主啊，你是啥物人？耶稣甲讲，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保罗迄阵才恍然到，原来这基督徒是甲耶稣的生命是连做伙啦。所以，当咱若知影讲，咱的生命是甲耶稣连做伙时，当咱拄到问题时，咱有需要惊无？毋免惊，因为咱的生命是甲主连做伙，所以连保罗困着这基督徒的时，耶稣出现，甲讲你谁来困着我？所以咱拢毋免惊，咱知影耶稣一直甲咱做伙，所以咱拢甲上帝踮伫上帝的生命内底。你知影格里汉牧师，咱大家拢知影，美国一个格里牧师，这个牧师足有力，伊拢用上帝话在鼓励，尤其遐政治人物发生代志的时，拄到啥物无法度的时，这个牧师会出现来甲因做伙祈祷。这个甲布牧师伊讲一个见证，讲因兜是踮伫4000尺以上足悬的山顶啦，伊的老家住伫遐。诺斯卡拉那迄边伊讲伊常常会看到山骹有足侪乌云啦，但是伊讲伊山顶天气晴朗，足赞的天气，但是山骹常常乌云足侪，一时就雷公四呐，落大雨，起大风，但是因山顶足清足好天的。这互咱想了啥？讲咱人生嘛常常安尼，你知无？伊讲咱人生常常会出现一寡黑暗啦，一寡苦难的乌云，将上帝疼，这疼的阳光甲咱炸掉咧。所以咱人生有时定定拄着咱就是苦难，但是上帝常常借着这个苦难来训练咱、磨练咱的信心啦。所以咱要记住，上帝绝对袂记你咱，虽然咱拄着苦难，但是上帝讲我知，你免烦恼。因为我最后讲2个见证这是我因为真晚才读新来53岁读新来，今仔读明仔袂记哩啊，所以足挣扎的。所以迄阵我定定感觉讲上帝我定定读念就佫袂记哩啊但是上帝定定甲我做伙。但是我53岁毕业读，57岁毕业了
啊，为着照顾我的太太甲阮姐姐两个拢得癌啦吼。啊，所以迄阵我就是讲啊，安尼我70岁啊吼，啊我嘛应该退休啊，所以我全退落来。退休了一段时间，渐渐阮弟弟得着肺癌过身，啊，阮姐姐嘛肺癌，伊嘛过身，两个拢等于天顶啊。迄时我已经70岁啊，我讲哦，我伫台湾还阁真侪亲人朋友，还阁毋捌主，还阁伫咧救恩的门外。所以我感觉讲，我甲阮太太两个讲，我想咱趁甲咱还未足老的时，咱紧转来咧帮助因，买当认捌耶稣。所以今年4月底，阮就决定讲厝卖掉，阮伫美国住43年吼，所以要卖掉厝吼，住43年无简单，内底有足侪物件，足侪怀念的物件。啊，所以阮就一项一项直直等安尼吼，等到尾啊，上尾去咯，阮全将一寡阮太太足爱一寡衫、一寡纪念品啥吼，啊衫裤拢甲装一包，迄最后啊啦，一定爱等掉，爱互人，所以人放伫迄个客厅的迄个壁架呢，放规排拢总明仔载人要来送电吼。要来甲阮看，阮上飞机进前来甲阮看，所以阮就放伫遐，等明仔载要送人。但是当阮放落了迄暗，我足早就困啦，困到半暝，差不多2点，忽然间醒起来，普通我醒起来拢会走去洗手间啦吼。但是迄日我醒起来直接行去客厅啦。可能想讲我最后一暗嘛吼，去客厅巡逻一下吼，顺一下，最后看一眼啦吼。啊去看是感觉讲奇怪，今日客厅哪会暗啊？普通阮的客厅拢有咧夜灯，家己的自动亮，10点一定会关，但是还阁暗暗，我就感觉奇怪。啊一看哦，原来我规排衫哦，甲迄个夜灯甲砍掉咧啦，所以无光啦。敢若亲像上帝的光吼，互迄个乌云甲砍掉咧，共款砍掉咧。啊，我全对迄个砍的迄包的衫当个扭走，你知影扭走的时，我才互我扭醒起来，我全惊一下，因为哪发现讲迄个光已经光啊，啊，佫伫遐创啥？对迄包衫吼，开始直样，开始烧一个足大的空，哦，啊，佫咧冒烟，啥意思？嘿，就是讲，即摆开始咧烧啦，啊，开始烟就出来。假使圣灵若无搞感动搞叫醒，我想阮两个拢死伫迄个火灾内底啊！吼，美国的厝大部分拢房仔厝，所以足容易倒火啦。所以我迄阵足感谢上帝，讲多谢你及时甲我叫醒。啊，若无我今仔日无可能伫遮甲大家做伙来敬拜吼。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足大的见证哦。就是讲，我要转来进前，上帝保留我的活命，爱我遐亲人，还佫需要我去甲因传福音。啊，第二个吼，当阮去到机场，你知影台湾这个 COVID-19 这个足严的管制啦。伊讲叫阮若要转来，拢总爱创啥3天内的 PCR 吼。阴性核酸证明啦，啊，所以阮两个就真正去创，啊，创好算规步，讲要安怎3日内底拄会当出来，所以阮就去找迄，讲我要证明迄吼，啊，伊甲我讲啊，这最少爱24小时，啊是48小时，意思是1日，啊是2日啦，啊，阮就算安尼好，啊，转回去用，啊，等阮早起去用的时，你知影，尾仔嘛，差不多7、8点，就出来啊！结果超11点钟就出来，唔免到24点钟嘛，唔免到48点钟，全出来。我出来，阮就真欢喜啊！所以，阮第2日，阮就将迄个报告啊，甲所有的衫咧，安尼行李4件、6件啦，拢总6件，阮操纵2件，全早去机场，长龙坐半暝的飞机。当阮伫迄个机场在检查的时，迄个长龙的地勤人员。看到我的报告，
讲吼，恁这3日的这个 PCR， 来较紧就出来吼。伊讲你这不合规定啦，转甲阮台条讲，我这不合他们的规定，转想要买还上机，但是因为阮是用台湾的护照，所以一定要还这，所以阮就伊足勉强，伊虽然对阮的座位甲阮取消，转将阮改到上后壁来，飞行机的上后壁。阮的飞行机后壁遐吼，四边超5-6排，拢总袂使有人。感觉讲阮是危险的路啦，伊感觉讲阮无下规定，所以阮是危险的路。所以你知影，我第一届坐飞行机，阮毋是迄款高规格的，阮是迄款普通的机票吼。阮爱互人叫阮的名，第一个先入去内底坐到上后壁遐，我坐上后壁，佮甲阮讲，恁四边拢总袂使有人，佮吼，恁的用的便所，甲迄间可能遐有一间吼，拢锁咧。可能是阮即满爱用的是，阮就甲迄空姐讲，空姐就摕一支锁匙去甲阮开还入去，用了，迄阵消毒水直直喷，直直切，中了。你知影？阮互人当作敢若罪犯伫遐咧对待，心内足艰苦的。讲第一届安尼吼，你知影？到台湾的时，规定拢出去了，阮是最后互人放出来，讲阮惊阮共画着啦，吼。阮你知影？阮伫遐安尼伫遐咧足做咧，一直问上帝讲上帝，互我拄着即个苦难啦，吼。但是足奇妙的，一个人转甲阮带去卫福部啦，卫生福利部吼的主任啦，佮叫阮签一个切结书，讲阮去到台湾爱佮重新创 PCR， 伊感觉阮即张有问题，哪有较紧就出来吼。尾啊，阮去见迄卫福部，迄卫福部甲阮讲，看过来讲，原来恁检测的时间甲报告的时间是同一日啦，早起去暗时就摕到，所以讲安尼无问题，恁 OK， 所以你慢慢过去做 PCR。你知影？本来阮看是这是一个苦难，当毋知要安怎，即摆佫家己出钱，就爱佫足济吼。所以我足感谢上帝，你知影？上帝用即种咱人看实在敢若苦难，其实上帝是用最高规格伫保护伊的囝儿，互阮伫阮迄便所是干若阮单独会当用，无人会当用。便所是坐长途飞机上界惊上后去探迄个感染，但是阮竟然上最高规格，无人会当甲阮做，边仔佫袂当有人坐。所以你知影，阮坐甲真欢喜，感觉讲上帝啊，感谢你，各位，咱拢是上帝的囝儿，上帝要帮助咱，常常咱感觉讲真苦难问题，但是伫上帝手中却是祝福。所以我看着恁伫遐报佳音的是，这个人虽然艰苦，但是上帝上界欢喜，上界祝福这种的人。我今仔日咱的人生拢亲像这个甲利安牧师所讲的，讲咱拢伫世间一点伫个乌云下骹啦，常常会经历这个大风影的苦难啦。但记住，咱的生命已经甲基督做伙连做伙，咱是点伫上帝内底，秘伫上帝内底，所以就是咱拄着逆境，拄着苦难，咱拢免惊，因为确信。上帝要用伊的方法来保护咱、帮助咱，伊会一步一步照着咱的祈祷，照着伊家己的话，照着咱对伊的信，互咱经历上帝的同在。圣灵要用伊奇妙上帝听来保护咱，带领咱人生行一条正确上好的路。所以，但是咱一定要顺服啦。毋通像以色列人古早伫遐一届一届佫伫遐咧违反上帝，咱顺服听伊的话，上帝要大需要咱每一个人，对各种无共款的
所在，要来帮助咱将福音传予需要的人，嘛会当享受着上帝的疼。愿上帝赐福予咱每一位兄姐，伫咱头前新的一年，上帝拢会当予咱一步一步经历，照着祈祷，照着伊的话，照着咱对伊的信，咱会当大大经历伊的疼。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多谢你，予阮伫这一年的路尾，阮伫遐咧反省阮甲上帝的关系。主啊，你今仔用你家己的话帮助阮了解，照着阮对你的信，对你的疼，予阮会当照着阮的祈祷，上帝你要来回应你对阮的疼，你要用疼，予阮经历你，甲你做伙迄种的平安，迄种的喜乐。是主啊，请你继续，你来使用阮每一位兄姐，予阮的兄姐当愈来愈经历到你，愈来愈知影上帝是怎样疼阮，知影，予阮知影上帝，阮的生命是甲基督已经同死同过活，所以阮已经踮伫上帝内底，无论拄着什么逆境，上帝你一直拢咧听阮的祈祷，帮助阮，保护阮，予阮经历你的平安。多谢你，今仔日所有的这兄姐伫遮，主啊，因拢有一种的信，知影上帝你对年头到年尾，你看过阮，过来新的一年，主你有缘看过阮，但是爱阮会当好好来想起你的话语，向你祈祷。尤其上帝，你爱阮去传福音，是做阮周围真侪还佫毋捌你，但是阮会当照着特定教会因所做的因会当真正对这个外口还佫毋捌你的人因真正去甲因 reach， 去帮助因来认捌你。主啊，多谢你祝福这间真有福气的教会，照着两位牧者，互因会当好好来甲上帝同工。多谢你听阮的祈祷，继续祝福这间的教会头前的路。奉主耶稣基督圣子名来求，阿门。